下面我们就今天开始讲第五个这个愿就是应该是随顺众生就随顺众生宾呢就披上这个铠甲，就是披上这个菩提铠甲二发愿就是随顺众生宾这个披上菩提铠甲二发愿。那么这个颂词呢是我常随顺诸众生，今于未来一切界，恒修普现广大性，圆满无上大菩提。那么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祈愿我这个常常的这个生生世世就随顺就是世间当中的一切众生，而且呢这种随顺众生的时间呢，并不是1年2年，就是或者是几十年，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当中就无数的这个世事当中，我要这个随顺众生，然后呢有生生世世就是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修习这个菩提的这个普现心愿的广大这个行为，最后呢就是究竟呢就是圆满这个无上大菩提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成佛果就成佛果。所以普现心愿品的每一个颂词呢都有特别就是深深广大的这个就是这种愿就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天天就是念普现心愿品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想过其中的内容，有些人呢就是虽然想这个思维，但也不一定就知道就里面的这个字面的含义就是不一定字面含义。所以通过这次呢一方面就是大家也字面上一定要会讲，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现在这个汉地也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佛教徒就至少也是普现心愿品给别人讲一遍，就是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就是应该给大家就是字面上做解释。现在包括一些居士团体还有在一些寺院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念普现心愿品的人都是很多的就是念普现心愿品的人都很多的，但是真正这个怎么说就是修这个法的人呢，就是不算很多就是不算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我们这个念诵就是普现心愿品，同时呢就是给别人也会这个讲，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这个随顺众生的话呢，其实是像那个佛陀就是也是为了顺应众生就来到这个南瞻部族入台，然后降生，还有呢就是赐王位，后来呢就是行持这个国政等等，就是也是这个随顺众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就是善知识成就者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众生就是他们会这个顺。他这里所谓的这个顺呢，以这个佛法来，就是让他们暂时究竟就是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利益和解脱，并不是说有贪心的人呢，就是随着这个贪心；有嗔心的人呢，随着跟他一起发脾气就是如果对他没有利益的话呢，就是这不叫真实的这个随顺众生了。而且真正的这个随顺众生的话呢，其实一地菩萨以上是才能完全就是随顺众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地菩萨以上他就知道就是别人众生的这个心有了这个他心通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就是随顺，才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的就是有理的这个随顺，就是并不是无理的这个随顺就没有任何理由的。就像现在我们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就是同流合污就是别人怎么样造业，就是也随顺别人造业，就是这不叫菩萨的这个随顺就是随顺众生法。所以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但愿就是跟这个众生呢，就是要得以这个随顺就是得这个随顺的话呢，那么其实是这个众生就是应该可以这个得到解脱的比如说佛陀的有些这个化现也好，或者是一些幻化当中的话呢，在六道轮回当中，就是以不同的身份就是跟他可以这个随顺比如说有些飞禽当中呢，就是他当这个飞鸟来，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在一些这个耶稣里面呢，就是当这个耶稣。我们人类当中的话呢，就是甚至有些外道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以这个外道的这个身份来，就是随顺众生而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
广大的这个发愿啊，就而且这种事件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其实我们现在度众生也好，发心也好，还有呢就是做任何善事的话呢，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是就是1年2年1个月2个月，或者是修行的话，那我这个讲经说法，有些法师的跟我讲，讲经说法，我现在都已经讲了3年5年了就可以了，该休息了。其实这种人呢，真正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菩提心就是没有这个成熟乃至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就是我要这个讲经说法，就是利益众生，不仅仅是这一辈子，就是乃至生生世世应该有这样的发愿。而且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当中，我们做善事呢，不要有一种满足感，就是不要有一种这个局限性现在很多人就是我要这个做善事太累了，身体跟不上，心理跟不上。心理有什么跟不上的？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是有心，心没有断之前的话，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我遇到有时候一些辅导员的话呢，现在该休息了，现在该退休了，就是退休。该退休的这个词呢，就是实际上现在就是有些公务员呢，有些领导他们是为了这个工资，就是然后就是做事情，就是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就是退下来，就是乃至菩提果发菩提心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这个退休了，文殊菩萨已经退休了，什么那个观音菩萨也退休了，就是现在就不干了，就是就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个，所以这是我们实践的一种语言来就是衡量这个自己的确是你们还是要这个扪心自问，如果实在是确实这个就是身体的事实在是没办法，就是你那个就边讲课的时候呢，就边已经倒下来了。就实在没办法，众弟子把他扶上来了，就是说2句还是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该这个暂时退休的话，那也没办法嘛。就是不然的话呢，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一点这个能力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弘法利生上面呢，就是不要有什么这个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这一点我还是意见很大的，就看到很多人闻思修行也好，发心也好，全是一种斩断的。而且长期的就特别有毅力的、有精进的、有这样的这种人呢，就是很少很少。就是说实话，就是有时候可能跟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利他心不足呢，还是真悟空性的境界不够呢就是好多这个以前呢就觉得暂时这2年还算是可以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是消失无迹了，然后打听出来的话呢就是在哪里就是都游荡，就是也没有做什么弘法利生有意义的这个事情，这是对每个人来讲，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这个可惜的一种缘分。所以我想呢，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不仅仅是一次经愿未来一切界，未来的这个一切事实当中呢，要很长的修行，就是不要短暂的，就是1、2天、1、2个月、2、3年、5、6年就已经可以了就是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所以很长呢，就是修行这个菩萨的广大心就是布施持戒安忍以六度这个六波罗蜜多这个为主的，凡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凡是弘扬佛法的，凡是自相续这个调伏这种烦恼的这些行为呢，全部就是一一的做。只有这样最终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让众生也好，自己也好，就是获得这个圆满无上的这个菩提的这个果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发心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了，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心善呢，就是心善呢，一定要有一种这个长期的发愿，而且每一个发愿呢，就是我们要想到这个随顺这个众生，就是随顺众生呢，现在很重要的，有些可能这个修行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不随顺众生，不会有就是没有三巧方便，就是凡是这个跟众生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谁都不想接触，就自己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这个自闭症也好，就是忧郁症也好，然后这个谁的就是不愿意，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很多法师也好，就还是这个辅导员，就是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居士就是现在就是对这个讲经说法和对这个众生呢结上善缘的一种机会就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哪怕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能种下一颗善根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逃避啊，做躲避啊，那这样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如果是完全是像以前的噶当派的一些高僧大德那样，就是在这个山里面就是终身都不出来啊，就是那种修行的话呢，我们也很随喜的。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见这个我们这个身边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极个别的一些这个人的话呢，就是经常的是就是不愿意就是跟这个任何人啊，就是交往就一直发心的话呢，就是在自己这个闭门思维就一直是就看到众生就心烦，就是其实这菩萨的行为不是这样的，就是菩萨的这个行为的话呢，看到众生就欢喜呢，因为六度万行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众生而这个圆满的，就是如果众生就是看见以后就是心里特别不高兴特别生气特别就是伤心愤怒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知道就是真正的这个六波罗蜜多是从何起这个圆满就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说实话，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这个修正也好，稍微有一点修行的话呢，就是越修越就是看众生就是特别烦，然后呢就是闷这个观上就是闷，而且这个还要就里面的是好几个那个害怕就闯进来，然后一直是不出来，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发心也是这个很好的，闭门这种发心都是很好的，但是随顺众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以前双世如意宝的话呢，真的是有这个三巧方便法，就是他遇到一个比如说这个世间的官员的话呢，就是跟官员呢就是有这个关于这个在他需要的一些语言呢，就是可以就是讲出来。然后你遇到一个医生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医生这边所需要的这个话呢，就是可以这个讲出来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菩萨的三巧方便。你要这个色素的话呢，比如说你这个很多的这个众生的性格和意乐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呢尽量的这个随顺众生。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就是生生世世的是我一个人呢就是度来度去，就是不要借助任何众生就不要这样发愿。就是确实我们这个如菩萨训论学了以后的话呢，终身就是成佛的因终身就是菩提智这个真因，就是所以呢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就尽量的是结上善缘。以前我看到那个本华老和尚的是，他说是什么这个先这个成佛之前的话呢，就是要光结这个善缘就是老和尚还没有这个圆寂的时候，听他们说这个大概下午的所有的这个时间呢，就那些这个朝拜的人就是跟他们就摩地就是然后那个就结缘就表面上看到的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是就是他可能是不是没有时间，就是天天坐在那儿，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不同的众生就结上各方面的这种善缘。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里这个修行稍微这个好一点的人呢，就应该这个如果自己的心理跟得上的话，那就是对众生多这个结上这个善缘。如果心里实在是跟不上的话呢，那就是自己的这个门怎么样关着，也是我个人来讲是没有这个意见的。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这个有个别的法师呢，就是也是越来越就是不像利众生就是很多人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是也不知道。所以就我们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要生生世世随顺众生，生生世世利益众生。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亲自跟众生交往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随顺众生的意乐心态问题困难很多事情呢，就是不一定会了解的。如果你跟这个很多众生结上各方面，甚至大菩萨的话，那结上恶缘也是逐渐就是成为这个善缘就是这是如心论第一品当中也是讲过，大家应该清楚。下面我们讲第6个这个科判